呢度有啲古怪喎。哇，做乜咁閃啊？Oh magic！咦，點解好似識魔法咁，周圍嘅跟住發光嘅？ Magic no 啦，其實我哋只係裝咗自動感應 LED 燈，有人行過嗰陣咧就會着。而呢條咧就係 LED 燈條，將佢放喺邊都得，咁就唔使使錢再請電工拉線啦。咁就算 OT 啊，都唔使開晒全公司嘅燈，幫公司慳翻唔少㗎。原來係咁，你個節能方法真係簡單又靈活，相信行行都好啱用。好多謝你教識我呢個節能 magic。唔使客氣，節能一向係我夢想嚟。你望嗰邊？節能星探提提你，用自動感應 LED 燈替代一般 T8 光管照明，可節省達一半能源。用 LED 燈條而唔需要開晒全場嘅燈，可節省20%嘅能源。